过来关心，咱国内超市进口两个争议，甲单已经差不多要1年。北检礼拜2时去敲嘛，找人问话。落尾超市公司的负责人是以200万交保，量采公司的负责人以100万交保，另外3个人来做被告，红约谈的官员2个人无报请回。也若将中央畜产会的专员是以50万交保，专案即嘛是向道理和家当早起的方向来进办。清查真正式半暝建立第检署，中央畜产会正执行长陈中英，嘛是现任农业部副署长，幸好无报请回。够有在定一些什么规则？共款请回，国畜产会正家禽组长蒋英泰，嘛当时畜产会5专员交保50万，不过3个官员拢互列作被告。北检所侦办的，就是超市进口2个案件，由立委丁人去年提过，国经过监委纠正。检方经过1样开始行动，承办检察官和郭明德政治现金案是同一人，二是嘛约谈超市甲量采公司的负责人甲员工。有什么好澄清的？透明证实了后，以200万交保，伊是超市负责人郑武桥，方指控成立一人公司，资本也干那50万。伫去年国内欠粮的时阵，伊煞有法度冒着官方上亿的补助，进口巴西鸡卵，负责的畜产会互检察院点名。用阮超市用违规的方式清款，唔对的单据嘛照收，阁无查到国内鸡卵的产量已经慢慢回稳，所进口的7000多万粒鸡卵，超过5400万粒，最后拢消掉，甚至阁有其他的争议案件。去年开始，国内的鸡卵都无够。畜产会找超市负责人的查某囝吴如辉协助联络量采公司，负责买日本卵。不过下半年量采无续约了后，甲向超市买现货。因搁伫签约迄阵，超市根本就还未登记公司，畜产会嘛无落实鸡卵的验收。尤其吴如辉嘛讲有发觉到，伊一个人兼公司代表日本代理商、甲进口贸易商，顶下手拢总无来进口日本鸡卵。我想我们会配合整个司法的调查。面对进口卵的风波，农业部长陈俊贵前一天是无讲什么，不过检方这届分14队所查到相关事情，敢有牵涉不法，专案向道理家当早起等方向侦办。我今天离开了。专案争议不断，当时的农业部长陈吉仲嘛为此请辞，包括伊在内，甲前的畜产会董事长林聪贤等人，拢有面带提过，嘛无排除是检方后一波的约谈对象。办这个超市案，那个力度跟这个柯文哲力度是不一样的。如果连陈吉仲、连林聪贤都没有约谈，我相信签名对可以会这个非常严厉谴责。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，所以在野党不要一再的对于个别的司法案件下指导棋。红点的林聪贤是低调，不受访问，敢若私下回应讲，伊做代志拢真坦白，希望唔通冤枉伊。另外，陈吉仲伫个结果进程拢无法度联络到，这个案件按畜产会到农业部，敢有公务员涉嫌盗利，甚至是贪污，对超市甲量采出案，也搁爱调查。不过政治上已经开始咧攻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